人生經歷啦，即係你有唔同由職業開始轉變啦，或者係對健康嘅睇法，又隨住工作嘅環境令到自己又儲多咗健康嘅知識啦。有冇一啲寄語係俾依家嘅朋友啦，即係點樣去令到佢哋去迎接呢個一個未知，而又保持身心健康咧？真係冇以前我哋要追求一啲嘢咧，就我哋每一個人就 push 自己去一個極限，甚至極限以外。包括你連做運動都係㗎。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世代所有嘢，大家可以接受嘅幅度其實應該係闊啲，即係嗰個標準應該唔係咁單一。而家係，我覺得總之所有嘢都返工、讀書、做運動、食嘢，用一個最舒服嘅方式，而你覺得對你冇傷害嘅，唔使太極端，咁就 OK 啦。啱啱之前睇咗古生嘅訪問，佢話我，你唔食甜嘢啊？話因為戒喎。不過唔使戒，不過戒係限制。佢話係控制咯，戒係痛苦，控制係正面嘅。係啊，佢話我係控制自己唔想食，咁我咪唔食咯。我覺得今日可以食2粒朱古力，我咪食咯。但係戒係唔得，呢2粒唔得咁樣。我亦都覺得呢個係我現時舒服嘅